有力劈华山之感。哎呀，爆了一个，可别搁那瞎戳烂摆了！这接的啥玩意儿啊？连续进攻啊，如同炮弹一般，太潇洒了！这漂亮，赶紧上小孩那桌吧，赶紧去小孩那桌。哎呀，这个打丢了，哎呀，这个没打上，哎呦我去，这球发的啥玩意儿啊？哎呦，发的啥呀？比赛开始啊！开始了啊！